邮票正做是国家名片，今年是台南400，中华邮政推出纪念邮票，以小专张的形式发行。票面上分别对应台南各栋重要历史时期的标志性建筑，明正、清领、日治，还有到现在，所以整个城市的发展非常的多元丰富。它的轨迹其实就是台湾发展的轨迹。台南300年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呢；台南500年的时候都不在，什么时候留下来？400小勋章留下来。发行当天，就吸引不少民众来排队购买。除了小专张，这摆也发行限量邮资，结合过去以台南市为主题的邮票，包含历史、人文、民俗、艺术以及生态，相当有收藏价值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张邮票跟世界交朋友，对不对？邮票会到世界各地去流通，也就是希望我们台湾在一起。透过小小的邮票，将台南400给大家意义交流到全世界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